真實港房的故事第3集，柏傲莊招標你知多少？柏傲莊3細位明天會出價單以上招標貨，當中會衍生59個 X 組優先認購細位提名權，買4房可提名2房細位 X 組在抽籤揀樓時，會比大手 S 組更優先，真正買大送細 Win 上 Win。大貨3房4房客提名權行先，即係買大送細 plan， 有60個名額，然後再輪到分組抽籤行組再細飛超大手組別，如此類推，最少間起步組全世界間客人抽細位總貨量全200幾件，即係組買間係炮灰組別。如果組唔分貨，全部推落組揀先，即係組買間都係炮灰組別，就算分貨，抽中機率如同6合彩頭獎，一句講晒，買細位客人可以照入飛，但要買到樓最好都係啟德現樓最穩陣。招標玩法 A1 經濟艙間3房 B1 商務艙4房1套加號1提名權間 C1 頭等艙4房雙套房加號2提名權間。總結，你想 B 組買1間2房，都係去買6合彩啦。